全長30圈，7.5公里。而全部運動員出賽亦都係代表俱樂部隊同埋香港嘅個人嘅運動員。咁啊，運動員呢上場呢試下圈先。嗱，Kenji 可唔可以介紹下捕捉賽點樣玩啊？捕捉賽呢喺第一圈呢就係一個中立圈啦，之後呢就係計呢喺最後衝終點邊個勝出就為之贏嘅喎。咁啊，捕捉賽呢係一個大組嘅項目啦，有時有啲運動員呢就會突圍而出，不過中段嚟講啦，可能突圍而出嘅朋友呢喺後邊嘅主集團亦都會追翻上去㗎。係啊，亦都係啦。少年組嘅賽事啊，咁其實都有限制佢嘅器材喎。咁包括呢，就唔可以用後邊嘅碟轆啦，同埋佢嘅轉動比嘅瓦數啊，其實都有限制嘅。咁點解要限制啊？咁其實都係保護翻少年嘅運動員啦。咁唔可以用過重嘅瓦，係影響到佢哋嘅身體發展㗎。因為少年嘅過程之中呢，發育呢係非常重要嘅。如果用得太重嘅話呢，咁啊肌肉嘅我哋叫 fibre，即係嗰啲咁嘅纖維呢，越大嘅話呢，影響佢嘅生長速度㗎。咁啊亦都阻移咗呢佢嗰個肌肉嘅發展，導致呢佢喺去到18歲或者成年之後呢，整個成績呢都會唔係話太理想㗎。好啦，15位嘅選手啦，包括有曾君豪啦、陳柏宇啦、葉琪賢啦、劉柏希、沈日朗、葉軒婷同埋張高森㗎。咁啊，接落嚟有白晴俊啦、邱宗銘、陳力豪、楊宇翔、盧家振、陳子豪、羅子滔同埋賴向日。咁啊，主要嘅選手呢都係呢我哋嚟自呢俱樂部隊啦，我哋俗稱叫做屬會會員啊，咁啊車隊嚟㗎。咁啊呢一隊呢就係嚟自新鴻基嘅 Super Nova 啦。153號白晴俊。好，咁啊起步嘅時候呢有少少意外發生啊，咁啊有人跌低咗。咁啊，我哋喺現場睇呢就 OK 嘅，咁啊自己起翻身。咁啊呢個嚟自 Power Asia 嘅隊伍啦。邱宗銘。咁啊起步嘅時候呢就撞到其他教練啊。咁啊呢個都比較少見啦，因為教練起咗步之後呢，通常都會落翻南區，但係佢唔知點解會去南區度走嘅。係啊，見到佢呢係佢嘅教練推佢個過程啦，咁佢個頭啊向下咗啊，咁所以就面向中直接撞咗另外一位教練。好啦，咁喺呢個情況下呢，佢亦都上翻場啦。咁啊，一鏡頭中間呢，紅色衫嘅位置，咁啊，所有車手呢集齊咗穩定速度之後呢，咁啊，賽事呢將會由扮槍開始咧，先會正式啊。咁啊，呢一個係個中立圈。好啦，咁啊，30圈嘅賽事呢正式開始啦。咁啊，主集團呢都你睇下我眼，我睇你啦。咁啊，唔好加速住，因為邊個加速呢就只係嘥力嘅啫。係嘛？你眼望我眼啊，都係嚇。你唔帶車，我唔帶車，最好黐喺後邊最好。咁捕捉賽玩法好得意嘅，捕捉賽玩法呢通常呢以突圍為主嘅嚇。咁啊，一般突圍呢通常都係中長距離嘅運動員，而短距離嘅運動員呢，即係爆發型嘅呢，通常都唔會咁多突圍。佢諗住呢留守喺個主車群裏邊最後衝終點。不過呢，捕捉賽通常都係突圍勝出嘅多㗎。係啊，冇錯啊。咁啊，因為其實點解運動員會選擇突圍呢？咁其實突圍咗之後呢，咁之後唔使咁多變速啦，一來，跟住第二個就係保障自己即係衝刺嗰陣時呢，亦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優勢喺度。咁啊，場上一共15位嘅運動員，分別係有5個俱樂部啦，同埋有2名嘅運動員係代表個人嘅作賽。咁啊，有時咧呢啲玩法呢就要睇戰術啦。咩叫戰術呢？究竟你有冇隊友啦？會唔會同開你平時鬥車或者係訓練開嘅朋友呢一齊去夾住去走啦？嗱，有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呢喺隊伍與隊伍之間呢，梗係有幫助啦。但係當你敵對嘅時候，其實都可以係朋友，因為呢大家互夾嘅時候出咗去呢，一齊夾，去到最後呢先再衝嘅時候呢，就係真正嘅競爭對手啊！
係啊，冇錯啊，個場上係隊友，咁相信佢哋落翻嚟呢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、好隊友啊。咁啊，睇翻場上嘅運動員嘅表現，見到佢哋都係比較慢啦，喺個鑊頂嗰度游下咁樣。咁見到有一個運動員喺黑線喎，咁其實呢個位置呢係咪一個好嘅位置呢？呢個位置呢係唔好嘅，咁點解呢？如果真係喺上面鑊頂衝落嚟加速嘅話，佢要追嘅話要嘥更多嘅力量啊！咁但係佢有一個好處，咁就係呢，佢可以跟翻喺後邊，咁跟喺後邊嘅過程之中呢，不斷食人氣流，食到咁上下之後呢，人哋慢啦，佢會再突圍多一次，咁呢種呢係其中一個戰術嘅運用。係啊，咁啊見到速度已經開始拉快啊，咁啊好多運動員已經係落咗黑線嗰度踩，咁啊大車嘅運動員啦，帶咗1秒左右咁即刻又打上鑊頂，咁啊換位嘅速度係比較快。咁啊頭先呢帶車呢就係葉軒婷啊，咁啊而家都喺頭位嘅位置，咁啊嘗試呢都引領個速度去走。咁啊，其他選手咧都跟隨其後先。咁啊，睇下你不動我不動啊。咁啊，仲有24圈嘅賽事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參加嘅隊伍呢，主要呢係本地嘅屬會隊啦，有呢個浩星單車隊啦、堅尼地單車啦、南華體育會啦、勁亞單車隊。咁啊，另外呢，仲有呢星之單車隊啊。咁啊，另外仲有啲香港個人嘅運動員啦，等等㗎。咁啊，鏡頭一轉呢，就已經翻到嚟呢個主集團咧開始拉散咗。咁啊，143號嘅選手啦，153號嘅選手咧，白成俊啦。咁啊，陳柏宇呢，暫時係帶頭，咁啊夾住另一位選手呢，就拉開咗一段距離。咁啊，兩位呢，領先選手喺前邊㗎。咁啊，包括145個陳力豪啊。咁啊，兩位選手咁樣拉開嘅時候呢，主集團呢亦都開始咧將個速度咧拉翻出嚟，咁啊嘗試去追趕佢哋。咁啊，而家現場裏邊呢，就拉開咗大概咧成25米距離㗎啦。咁25米距離呢，其實話追呢唔係容易嘅喎，都需要一啲時間㗎。有時快嘅話，起碼1-2圈；慢嘅話，可能真係要5-6圈先追得到嘅。咁啊，主集團呢，而家鏡頭一轉呢，就唔見咗啦。咁啊，見到兩位選手繼續努力咧，將個距離咧嘗試拉近啊！咁啊，另外咧又有車手進攻翻啊，嘗試拉翻上去啊！哇，段速都非常之快啊係啊，咁啊其實見到啊陳柏宇啦，咁喺啱啱較早前呢，佢自己啊創造自己嘅機會、突圍嘅機會，咁啊引領其他嘅車手去形成一個領先嘅小集團。咁啊嚟自142號嘅陳子豪啊又出嚟咯喎，追好咗一個領先集團，而家再繼續出去。咁啊見到前面走唔到啦，咁佢已經係打上咗去南區嗰個等待追趕嘅小組集團，一共有5個小朋友。咁啊好啦，而家 good 咗2 good 啦，咁啊前面嗰度呢有6個啦，後邊亦都有一紮啦。咁啊相信呢咁樣玩法呢，大組亦都追翻上嚟呢，變為一個主集團噶。因為你扯我扯之後呢，大家都要唞下氣噶。咁啊頭先呢見到呢，阿陳子豪呢嘗試呢喺段速裏邊追啊，佢個速度非常之快啊。咁但係呢，佢中間呢亦都放棄翻，咁啊翻返去主集團。咁啊會唔會一陣呢再試去進攻呢？咁就真係要睇啦。咁啊距離呢仲有16個圈嘅賽事。咁啊頭先講過啦，捕捉賽呢係需要咧主動咧要突圍先可以成功噶。咁你話跟住個大組得唔得呢？有時有餐市，如果你真係個大組一齊去踩嘅話，咁啊有餐市真係你要睇最後嘅衝刺實力啦。咁啊大部分呢捕捉賽呢都會拉散咗嚟踩噶。咁啊而家佢哋嘅速度呢，大概呢平均時速40左右到啦。咁啊，對於一般運動員嚟講呢，佢哋喺大概150心跳至到160心跳啦，未到係最大噶。咁啊，有啲運動員呢，有時最高心跳都去到成200咁樣噶。好啦，咁啊鏡頭見到啦，143個選手呢就開始突圍啊。咁啊，陳柏宇呢嘗試去領頭，咁啊主車群呢亦都緊隨其後啊。將個速度呢雖然拉快咗，喺咁嘅時候呢，佢會換位噶。咁啊換位呢打上鑊頂之後呢，嘗試下睇一睇後邊會唔會再一齊去夾。咁但係呢，大主集團呢又冇同佢夾喎。係啊，咁其實陳柏宇見到佢嘅戰術呢係喺場上係相當比較活躍啊。咁155號話口未完啊，葉軒婷啊又進行一個進攻。咁啊鏡頭一轉呢，紅色衫呢就係嚟自148號嘅選手啦，邱宗銘啊。
咁啊，佢都比較主動啦。嗱，咁樣睇法呢，如果真係咁樣上去嘅話，佢哋兩位主動嘅車手應該會較為成功咧，拉開主集團嘅喎。係啊，咁啊前面2個，後邊追趕有2個，跟住然後就有7個人再繼續追趕8個。好啦，咁啊，依家拉開咗一段距離咧，大概有20米左右到啦。咁啊，主集團呢開始嘗試去追，不過呢，佢哋追下之後又停下追下咁樣。嗱，咁啊睇下夾唔夾啦。如果主集團咁樣唔夾嘅話呢，隨時前面2位選手呢就越拉越遠㗎啦。係喎，咁睇嚟南馬車手嘅梁向日呢就唔服輸，咁啊繼續追上去，咁啊而家係拉散咗個主集團。好啦，咁啊前面2位選手繼續，南馬選手呢準備上翻去啦。嗱，咁啊主集團呢開始陸續散開晒。咁啊而家咁樣睇法呢，前面起碼有3、4個選手。咁啊鏡頭一轉呢，已經5位選手夾埋一齊啦。嗱，呢5位選手究竟再繼唔繼續夾呢？如果唔夾呢，主集團追到呢，亦都被瓦解㗎。係啊，真係唔夾啊！睇嚟佢哋都可能爆計啊！咁後邊主集團呢已經係追到上去㗎啦。而家重新所有嘅運動員都 group 埋咗一 pack。嗱，喺呢個情況下呢，慢咗嚟呢，總有運動呢再嘗試去突圍啊！咁啊要睇實力啦。好啦，話口未完呢，而家呢開始陸續呢啲主集團翻晒嚟之後呢，就要睇啦。係啊，咁啊而家場上得翻14位嘅運動員繼續堅持比賽啊。咁啊有啲運動員呢，因為體力不繼呢，已經被落後拉開咗一段距離啊。好啦，咁啊賽事呢仲有8圈。咁啊捕捉賽呢係睇最後1圈嘅衝終點嘅時間，邊個嘅排名喺領先嘅話就為之勝出㗎。咁啊147號嘅車手呢，主動呢突圍啊！阿羅子濤呢而家嘗試突圍，不過主集團呢亦都想追翻上去喎。哇！呢個速度呢，相對呢已經去到成45、50車速㗎啦。咁啊對於一般少年或者青少年嚟講呢係相當高啊，而且呢，因為佢哋受限額嘅影響呢，所以你見到佢哋嘅轉數呢會比我踩得高少少㗎。咦，啱啱見到裁判舉咗紅旗俾一個運動員，唔知係舉咗俾邊位運動員？咁啊，大家要等大會嘅公佈啦。好啦，鏡頭呢就會見到呢148號嘅選手啦，咁就係盧家振啊。咁啊頭先呢想嘗試突圍，不過呢大組呢亦都想追上去嘅。咁而家呢都大家慢翻落嚟先，大家都要唞一唞氣。咁啊雖然拉開咗幾米距離啊嚇，咁啊相信呢佢都唔想再突圍嘅。咁啊望下後邊睇下會唔會追到上嚟先。咁啊，裁判指示紅旗呢應該呢係有運動員呢被人哋 lap 咗一向圈之後呢被淘汰㗎。咁啊，究竟係邊個呢？暫時都未知。係啊，冇錯啊！捕捉賽就係一個規則，就係如果俾人 lap 咗圈呢，咁就要落嚟。咁啊，而家場上得翻4圈啦，咁講緊係1公里㗎咋。好啦，咁啊4圈賽事咧應該就未必有人突圍㗎啦。正常情況下呢，就你等我等你咧，喺最後嗰2圈先會加速，就真係會睇呢最後1圈嘅時候嘅衝線啦。嗱，咁啊呢個情況下呢，邊個實力強呢？就係較為衝線嘅運動員呢係有利㗎。咁啊，而家上次呢，主集團呢有人突圍出去，喺呢個情況下呢，拉快咗少少速度。咁啊，相信呢主集團呢都唔相信佢哋呢係走得甩㗎。咁啊，想試你跟我跟你啊，點都勾住先。好啦，咁啊換咗位，咁啊見到前面呢又散收咁樣，起碼都有4、5個嘅朋友仔喺度啦。好啦，147號嘅選手呢係羅子濤啊，咁啊而家帶頭。咁啊羅子濤呢頭先已經有幾次嘅突圍㗎啦。好啦，咁啊賽事呢仲有2圈。咁啊，而家呢會進入最後1圈啦，因為鐘聲響呢亦都係衝刺圈啦。究竟羅子濤呢可唔可以捱到最後呢？嗱，後邊嘅選手呢，包括有南華啦、勁力啦，佢上緊嚟㗎。咁啊，152嘅選手呢喺外檔呢抽咗出嚟啦。咁啊，睇下最後呢個彎道呢，可唔可以順利呢完成呢個？好啦，咁啊推埋頭呢，佢正式呢應該就係贏咗呢場賽事啊！咁啊賴向日呢，喺尾段嚟講呢，從外檔呢熄咗氣流啊，喺最後第3、第4個彎呢，而冚過其他對手呢，直指翻終點㗎。咁啊羅俊日都除翻副眼鏡先，哇！睇佢都幾辛苦下嚇，因為始終尾段呢，佢個爆發力比較強啊。係啊，咁亦都係見到啦，而家少年組嘅比賽啊，嘅比賽風格啊，亦都係比較主動啦，比較積極啦，亦都係所有嘅運動員都好清晰自己嘅戰術喎。咁啊睇翻尾段啦，就喺外檔呢咁樣冚翻落嚟啊，咁啊靠住個斜度呢，入翻落去嘅時候呢，就可以加速。咁啊最尾呢，就係1
個人呢完成呢場賽事呢，去直至去到終點㗎。咁接落嚟就係女子精英組嘅全能賽。